会库即阵长欠货，台中关怀中心的五型货的量是剩无够一天。鼓励大家若是身体状况 OK， 就会当去关怀做爱心。工作人员无用准备要互医疗医所的货袋啊，货库架啊已经是空。春节台中关怀中心货库是拢无货，这次关怀民众也无几个，库存是真紧张。平常的话就有捐血的习惯，因为说我大概是从大学开始就一直在捐，就是都有固定捐血这样子。这一次又刚好过年前就一直。就是各大捐血中心都一直在缺血，然后这20-30年来捐血小板第一次排在年假来捐血。台湾血液基金会统计，目前全台各关怀中心血液库存量平均干的3.8天，比7天的安全库存量较低。其中台中关怀中心上严重，O型血干的0.9天，A型1.1天，是这几年春节库存上低一摆。台中关怀中心评估，甲民众89天长假吹佚佗，甲最近气温变化大、感冒的人较侪有关系。我们希望的安全库存量是在7天。那我们到中午出完库的话，都就是供给医院的话，我们目前剩余的量只剩下0.9天。所以0.9天的话，以 O 型来讲，我们大概剩不到500的量。高雄、台北、新竹都有支援我们台中。目前关怀中心已经启动调拨机制，甲19位置为台北、新竹、高雄支援490地货，因为O型货各中心库存拢较低，目前敢支援台中40地。台湾血液基金会呼吁民众，春节期间赶紧来关怀守护医疗量能，也互更较侪病人平安过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